買咗個波係嘛？你講個咩波話北佬？係啊，有啊，留咗張單俾個姐姐，但係我係同佢買嘅，我仲同佢講，我話因為你要閂門啊，我唔攞住啊，我俾咗錢㗎啦。免按車長或乘客乘客，請將手提電話或流動裝置調校至靜音模式，保持車廂環境寧靜。多謝合作。唔會啊！我臨走前同佢講，你個煲唔好俾我住啊，因為你閂門啊，佢話我閂門，因為佢閂門啊10幾個，跟住因為嗰日有節，梗係唔會啦，佢仲同我講話張單佢幫我 keep。流动装置調校至靜音模式，保持車廂環境寧靜。謝謝合作。400幾蚊喎，唔係好耐啊，3個月到㗎咋。你單先，你單翻個 pen 落嚟咧，你跌落嚟一間轉彎嗰陣時，佢講我話我唔攞住，咁會唔會我收錢就一定冇可能啦？因為佢幫我收錢仲同我講，我仲同佢講，我話我都唔攞住，我話因為我要 check 你收鋪啦，我冇時間。咁佢話好啦，我幫你 keep 單。其實嗰張單咧原本咧我擺咗喺一個紙袋嘅位置。後尾因為我搬屋，其實我知道嗰張單一路